在天地初开、混沌初分之时，神兽吸收天地之灵气，诞于世间。他们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席，生活得无忧无虑。但时过境迁，现代社会的神兽地位大不如前，大家都寻求着各自的生活方式。而我貔貅，一直以来都被人类视为润兽。它有着圣洁美丽的身姿，带来财富的祥瑞之力，受到众生追捧和崇拜。吗？突然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哎呀，你想多了。我给你组织了一场粉丝见面会。请问这里是路人店吗？别吃我，你也别吃楼上的四不像。来吧，说好的报酬。我没钱。如果你没钱，那就卖身还债吧。店内保安，管吃管住，工作轻松。52厅3厨3卫，湖景房宝物室豪华餐具松软大床。